是伫圣殿内，无论伫网络顶管，只是主伫今年的受难周，求你互每一个亲近你的人，阮的灵命会通甲主你当顶伫十字架顶悬。互阮会通因为你的救恩，通得到拯救甲头放。至圣的主耶稣，求你担当阮的罪过，自头放人受着这个世间黑暗关系的捆绑，祝福人伫主你面前，通得到头放，得到自由。主听阮的祈祷。主耶稣对永远到永远，你是救主。主耶稣对永远到永远，你是阮的上帝。主耶稣，互阮因为亲近你，阮的生命就充满你一切的良善，你的平安。阮享伫阮中间，主，阮进入你的圣殿来追求你；主，阮进入你的圣殿来追求敬拜你。阿门。主耶稣，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救主，你是软弱的人的救主，你是受苦人的救主。我看见他先为我流，非这世家步履蹒跚，像主，感谢你。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七星河马，赤身流涕，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犯，他全为我担当。他是我的主。
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蹒跚，像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讥笑辱骂，赤身楼梯，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架上，我的罪孽过犯，他全为我担当，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架上，他甘愿舍命，是一生所预备的羔羊。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架上，我的罪孽过犯，你全为我担当。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架上，我甘愿顺服，因你是永远的救主。亲爱的姊妹，咱用祈祷来参加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周。受难周的礼拜四是一个真重要的日子。主讲真多话，伫礼拜四嘛发生真多代志。愿主的圣神帮助咱，会通倒去到伫2000年前，主耶稣最后伫世间所发生的迄一日，求圣神将这个故事讲予咱听。咱用心来默想，用诗歌来做咱的祈祷，用咱的灵来帮助发出咱的祈祷甲咱的诗歌。This
主，阮来亲近你，求你的灵、你的神，甲阮三甲伫地。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全心敬拜，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耶稣的名。我渴望有你与我亲近，我一生要爱你到底，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Lord God, you sent your Son into the world, and before his hour had come, he washed his disciples' feet. You had given all things into his hands. He had come from you and was going to you. And what did he do? He knelt down on the floor and washed his friends' feet.
He was their teacher and their Lord, yet He washed their feet. Lord God, help us learn from His example. Help us to do as He has done for us. The world will know we are His disciples if we love one another. Strengthen our hands and our wills for love and for service. Keep before our eyes the image of your Son, who, being God, became a servant for our sake. All glory be to Him who lives and reigns with you and the Holy Spirit, one God, now and forever. Amen. 主伫阮纪念主耶稣受难进前的最后一暝，求你的圣神，互阮伫基督的中间来纪念阮的主耶稣。伊将伊的模样留互阮，求圣神伫这个受难周的第4个礼拜拜4暗暝，互阮纪念阮的主耶稣。求圣神帮助阮，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伊的荣光，领受伊所想属阮的活命。是一个足特别的日子。伫这天，主耶稣留予伊学生真侪宝贝的功课。愿咱伫这个拜4暗，咱甲咱的主耶稣来亲近。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
为着要互咱得到丰盛的活命。主耶稣伫这个拜四，伊甲伊学生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栽种的。”主耶稣对伊学生讲：“我是葡萄树，你是葡萄枝。”主耶稣甲咱讲：“恁着爱常常踮伫我的内面，因为离开我，恁就袂通做生命。”所听兄弟姊妹，愿咱诚实、忠心，踮伫咱的主耶稣内面，因为耶稣是一个真的葡萄树，上帝将上宝贝的葡萄树，活命的种子，放伫咱的内面。水泉的虽然咱常常听袂清楚，听袂明白，但是伫这个拜四暗，耶稣甲伊学生讲：“我要赏赐恁圣神，圣神要帮助恁想起来。”我甲恁讲的话，当圣神帮助你想到我的话时，恁就纪念我。主耶稣，求你怜悯帮助我，互我常常纪念你。水泉的你先就。
拜四暗，耶稣是住伫马可因兜，当咱纪念这个故事的时，咱嘛伫主的面前祈祷讲：主啊，2000年前，马可的爸母有迄个福分，会通接待你。主伫2000年后的今仔日，主耶稣管我的心，亲像马可楼接纳你。主得等教会，亲像马可楼，真做你所欢喜的教会。主，你讲你留了你的模样予阮，阮着彼此相听，彼此服侍。你用你的模样留落予阮，爱阮做你所做。专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求你，予阮的教会是一间服侍人的教会。主求你，予阮正做一个，予人伫世俗的世间生活，却通伫教会得到清气。见有人伫这个世间世俗化，主求你，予阮用清气的心来服侍因。主，予阮做你所做。主愿将你的教诲交行伫你的手中。阿们。主，阮要纪念你，主，阮要伫你的面前遵你的教示。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先为我了，背着十架步履蹒跚，像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嬉笑怒骂，赤身流涕，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架上，我的罪孽过犯，他全为我担当。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架上，他甘愿舍命，是神所预备。
见他先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蹒跚，像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讥笑辱骂赤身楼梯，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犯，他全为我担当。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甘愿舍命，是一生所预备的羔羊。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犯，你全为我担当。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甘愿顺服，因你是永远的救主。主，我要用你教阮的祈祷来做阮的祈祷，讲：阮伫天庭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予阮入得去，着救阮脱离了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听你，愿你平安。